伫台湾戒严时期，海外的台湾知识分子有真侪想要追求台湾民主独立的声音，特别是1970年4月24市长案伫美国发生了后，更加互国际看到台湾人追求民主自由的决心。其中有一位真重要的女性，也就是唱手黄文雄的小妹黄静美，伊除了参与行动规划，后续的救援事工也拢靠伊。有民间团体为着要互更加侪人了解到这位女性战士和市长案的关系，特别为伊办本献典。今年是市长案54周年，1970年4月24，当时为着要追求台湾的民主独立，伫美国留学的黄文雄开枪要刺杀蒋经国，未求失败，连同7位者之一的田自在被当场逮捕。这个市长案也更有一位关键的行动者，就是黄文雄的小妹田自在的看守黄静美女士。伊除了参与行动规划，后续的救援事工嘛拢靠伊，说真罕得有人知影。黄静美女士咧事件中间来讲，会使讲扮演一个非常重要、甲关键的女性的一个角色。啊，过去嘛真可惜咧咱的历史课本啊啊，也是讲一寡材料来讲，拢较罕咧甲介绍。会感觉讲，其实咱啊更较侪人实在讲，咱台湾女性虽然讲细粒子，不过伊的 power 嘛真大，会使有咱社会为咱台湾会使带来足大的改变。后来黄静美为着要将规个事件记录落来，自2001年伫台湾本报开始刊市长案一系列的台语文章，为着要互愈侪人了解黄静美，苏黎世基金会特别为伊办本献典，除了点出当时国际救援的唱歌，嘛包括伊的台语创作。黄静美女士虽然是这个读英语出身的吼，就是讲伊是英语系，然后伊落尾伫瑞典嘛是做瑞典语的老师等等。毋过伊一直无放袂记伫伊家己的母语台语，所以伊真坚持讲写数字事件爱用伊家己的母语来写。这嘛是这以台语的角度来讲，当然这是足宝贵。黄静美一生关注台湾的民主运动，嘛积极参与政治、反领导救援。这届的展览办伫台北228国家纪念馆，展出到5月初二。苏黎世基金会希望会当透过这个珍贵的史料，互社会更加了解市长案当中的女性战士。后续这个展览嘛会伫台湾各地举办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佑台北报道。